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有伯牧师。今天12月6号，我们要分享的是关键时刻都更计划。我们要读尼希米记11章1到18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不要被这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罗马书12章第2节。弟兄姐妹，你参加了圣诞欢乐颂了吗？昨天是你得到开箱礼物吗？在我们进入到待降节的第2周，期待你认识这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特别为你预备了最宝贵的礼物，是世人所不能够给你的。他差遣独生爱子降生在这罪恶的世界里面，为了就是要拯救我们出黑暗，进入他光明的国度。所以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信心，一起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同在。在9月18号，台东强震重创了东台湾，震出了全台老屋危机隐忧，尤其首都市长的候选之战，国民党、民进党还有无党籍的这些市长的候选人，不约而同表示，上任后如果他当选，上任后所要执行的政策就是都市更新，公办的都更，就成为市长选举的主流政见。本章谈到圣城的都更计划，我们要看看尼希米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之后，面对城内人是不宜居住的环境，这个时候尼希米怎么透过都更计划，让百姓信任他的领导，愿意从心里来配合，也愿意用行动证明他们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是领袖需要一起来学习透过这一章的经文，我们来学习如何带领百姓来遵行上帝的心意。都市更新，简称都更，是指在都市内因为早期欠缺都市规划或建筑物日久失修而做出全面或者是部分的重新新建或整理及修理计划，或者是工程。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城墙刚刚来建造好，它的都更计划只是跨出了美好的第一步，但是耶路撒冷城的体质还是十分脆弱，还是很容易被仇敌来侵扰。11章的第1节就提到百姓的领袖住在耶路撒冷，这一句话表明这些领袖是如何以身作则的重要性。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想在耶路撒冷来定居呢？在主前5世纪的耶路撒冷已被蹂躏的残破不堪，同时又是犹大人和邻邦争论的焦点，所以大家都认为此地不宜居住，不适合居住的环境。在这段经文处理第7章4节的问题，就是圣城广大，居民稀少。所以我们从第7章完之后，我们就跳到第11章。那尼希米为了安定民心，使移民方案可以顺利来实施，所以先让百姓的领袖呼召他们以身作则，住在耶路撒冷，
然后呢，再采取抽签的方式，将城外的百姓迁入城内居住，好增加耶路撒冷居民的人数，才能够创造未来的荣景。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就订立了被掳归回百姓的定居原则。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平民抽签1/10住在耶路撒冷，其他的则各自在自己的地业中来居住。这些领袖们，他们愿意以身作则，但城市不能只有领导阶层，也需要有市民。看见领袖们，他们愿意付上代价，先委身，百姓随后也陆续愿意牺牲，顺从上帝的带领。尼希米记的第11章到第12章的经文重点，看到这一份的名单，让我们明白尼希米如何使百姓能够重新定居在比较残破的耶路撒冷，还要努力来兴建，以及当时候以色列各支派的百姓在各地分布的情况。而在圣殿服侍的祭司利未人的人数和他们的家谱。那从尼希米记的第11章第4节开始，就记载了以色列、犹大和便雅悯的族谱。我们从这一段的名单，这份的名单可以看出，除了圣职人员之外，犹大和便雅悯这2个支派是耶路撒冷城人口的主要骨干，也可以说呢，他们是蒙上帝拣选的，因为他们的祖先在南北国分裂的时候，他们大多支持大卫家，继续以耶路撒冷为敬拜耶和华的中心，来组成南面的犹大国。而在北面的以色列国却另外设了2个祭坛，引诱百姓来拜金牛犊，越来越远离上帝。我们看到因着城墙重建完成，那种亡国寄人篱下而失去的民族身份感再次恢复，同时也因着耶路撒冷的特殊地位，象征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也重新恢复。那这些的因素就对犹大人支持尼希米的决定成为非常重要的内在动力。那为了耶路撒冷的都更计划和未来稳定的发展，在人事上安排尼希米他秉公处理，分派权力。所以在第7章我们看到尼希米用人为才，而在第11章尼希米则看重权力的分配与平衡，使得犹大人及便雅悯人心服口服，并且能够捐弃宗族的差异性，为了就是要寻求整个耶路撒冷的福祉，而和谐地合作无间的同工。透过这段经文，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即使是在不好的环境当中，当我们不分彼此，我们能够同心合意，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就从我们开始愿意参与，愿意付上代价，相信我们必看见美好的改变。我们来默想对那一些抽签后要搬进耶路撒冷居住的百姓，他们需要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才是最好的呢？如果你抽中的话，你要居住进去，那你会如何反应呢？是顺服还是拒绝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您在这代降节，我们在纪念你的降生的节期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是为了
我们而牺牲奉献自己，成为挽回祭。因为你的牺牲奉献，才使我们能够得救，拥有永生的盼望。感谢主，也透过这段旧约的历史，透过尼希米呼召大家一起来参与，来建造，再次成为我们的激励。求主圣灵感动更新我们的心意，愿意呢来甘心乐意献上我们自己的才能，还有你所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为了就是要来成全上帝你托付给我们的圣工。我们恳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的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